这便是陛下5年前赐予我的信物。我本想以此登上后位，与李庸正面抗衡，但我始终在等心中的那个人。心中的那个人？赶紧把你这破牌子收起来，我不想看到他。怪黄眼睛的。这话怎么酸酸的？哪儿酸了？婚姻岂能儿戏？上次在镜花楼也是，这元启皇帝怎么总爱随便送人东西啊？等回江都，咱把2块牌子都还给他。我们回家看看吧。家？我们的家。哎呦，好久没爬山了，早知道就坐马车了。你不是要看看沿途的风景吗？看那边，这就是1000年前的南梦湖啊。嗯。